有一單案件，一個39歲嘅男人俾人發現死咗喺田中央，呢個係殺人案。時間翻到3月27號上晝，班東警察局接到報案稱有人死喺稻田中央，於是前往調查。去到現場調查之後呢，死者呢39歲，死咗喺烏龍他尼府班東縣班柴區巴納斯里嫩村喺稻田中央。屍體着住藍色短袖 T 恤同黑色短褲，頭部右邊太陽穴中槍，子彈穿過後腦。發現屍體嗰陣呢，有村民圍住咗，其中一個就係死者嘅老婆，叫做禿，其實真名叫蘇柏達斯里蓋奧，38歲。發現屍體嗰日呢，禿咧就同警察同記者講，佢話見到成件事點發生，佢見到有個男人揸住黑色電單車喺田附近兜嚟兜去，仲表示根本原因一定係同毒品有關嘅衝突。禿提供完資料之後，警察就話作為死者老婆都要請你去錄口供。禿喺警署見到記者嗰陣呢，佢又再強調一次呢件事嘅起因一定係因為毒品。我覺得應該係同毒品有關。但係我哋嗰個記者亦都注意到屍體被發現嗰日，警方進行進一步訊問嘅嗰日，禿佢睇落啲都唔難過，亦都冇喊。可能有啲人就係咁冷靜啫，係咪先？可能睇翻到屋企就嗌到好勁都未定。我哋都有去揾過納斯里嫩村嘅村長士里嫩，就係林千維布倫先生，傾過關於死者嘅資料，就係佢叫做帕塔納，其實係披文縣嘅人，之後就喺納斯里嫩村做女婿，好耐先翻一次村。禿就會喺村入邊屋企嘅，然後每日朝早同黃昏都會送飯去田度俾佢。村長其實都唔知發生啲咩事，或者邊個係兇手。禿話兇手係揸住電單車咁開槍咁樣。警方而家都未完全相信任何人嘅口供，因為查過咧，死者喺自己間田邊屋，其實現場完全冇發現有啲咩異常。喺屋企入邊呢，應該會有啲同毒品有關嘅嘢啦，例如吸毒工具、冰毒嘅或者其他同毒品有關嘅嘢，但係完全揾唔到，亦都冇任何證據同毒品有關，同死者老婆講嘅唔一樣。警方就再請咗死者老婆禿去錄口供一次，今次呢，仲請埋鋪一齊去，係禿嘅哥哥，即係死者嘅大舅。另一個人呢，就係 Cruay 係禿嘅朋友。結果發現大家講嘅嘢都唔一致，最後禿嘅哥哥終於承認佢犯案。佢話成件事嘅導火線就係實在忍唔住見到自己細妹成日俾死者打，我係為咗報復，因為佢哋攞走咗佢嘅錢卻不還。禿同死者提出離婚之後呢，就講好話俾20萬，話會離婚。嗰陣時話20萬已經收咗錢，今次又變咗50萬啦。禿就同佢哥哥講，佢唔肯離婚，如果咁樣嘅話，不如直接開槍打死佢。事發當日呢，就俾咗4000蚊俾哥哥，搞掂之後呢，又再俾3萬蚊當係酬勞。呢啲都係疑犯嗰邊講嘅說法。其實阿 Tun 話事發之前佢去揾咗朋友阿 Gluay 一齊去犯案呢，去到田嗰度呢，就見到死者阿 Gluay 就首先射咗一槍，之後呢，阿濤又再補多一槍，跟住兩個人就一齊逃走。阿濤話佢將支槍抌咗喺路邊，最後都俾警察叫去問話，被嚴厲盤問之後先至認罪。至於死者老婆禿，警察又帶咗去再盤問多次，因為禿仲未認罪。今日下晝，警方已經帶禿同阿 Gluay 一齊去到收押所，經過詳細驗身之後呢，發現佢哋體內呢都有毒品成分。警方話根據擴大調查口供，依家已經向禿同阿 Gluay 提出指控。除咗毒品指控之外，本案仲涉及謀殺人，警方已經落案控告佢哋教唆殺人。至於邊個會點樣否認或者有咩解釋，就要等上法庭再講。依家已經正式提出指控。喺呢度向宇宙祈求，金字塔教派傳道識得利用呢樣嘢幫到大家得到最大利益。各位觀眾，好耐都未曾見過呢類新聞。有位 Facebook 嘅用戶，即係同一個信仰群組入邊之人士，稱呼為接老師，發文話呢頂係腦電波調節帽，可以將體內血液轉化成能量。哇！透過呢件用純銅線整成之宇宙級金字塔頭飾，會產生獨特且無法模仿之能量，仲可以防止各種對身體有害之輻射，會令到身心頻率達到平衡。Jeep 老師發文話，完全唔會驚網民攻擊，
祈求宇宙將呢份心思傳到識得欣賞嘅人士手上，最終可以幫到大家。用呢頂金字塔能量帽之人士，竟然仲有知名藝人 Net Retrospect， 佢哋一齊利用金字塔能量，話係引導體內之替代能量，去調節腦電波成為特殊能量。呢種係源自古埃及之金字塔能量信仰，仲有影片記錄儀式過程。除咗戴住頂帽，仲要坐喺呢個整好之金字塔入邊吸收能量。等朋友們入去測試自己體內之能量場，話呢種心靈力量係冇任何儀器可以測量，只有喺金字塔入邊冥想之人士先會感受到呢種睇唔到之能量。雖然冇具體路徑，但每個人都可以自己領悟到。最新嘅消息，連 Panda 醫生都出嚟，醫生呼籲佢哋講個理論出嚟。Panda 醫生會揾科學事實去反駁。教會仲貼咗好多唔同款金字塔能量帽相片。世界混亂之下，新聞可以幫助大家警惕，相信科學比較好。根據國家特色委員會嘅建議，認可嘅泰國貓做國家吉祥物。內閣之前其實有決議喺唔同層面上訂立咗國家嘅特色，而貓呢就被定為寵物類嘅國家象徵。之前就有大象，係國家代表動物；泰國鬥魚係國家代表水生動物；拿夸指拿卡神係屬於傳說動物類嘅國家象徵；合十禮就係屬於泰國式打招呼同埋表達尊重嘅國家特色。今次就通過決議，將泰國貓定為國家寵物類嘅象徵，因為有公司嘅研究同埋對泰國貓基因嘅研究結果，本身有自己嘅特色，包括外貌、樣貌同埋性格都好突出，同其他品種明顯唔同，長期同泰國社會共存。有證據顯示泰國貓自古以嚟就已經存在，同時亦都同唔同方面有關，例如信仰、生活方式、社會、智慧同泰國文化。泰國貓作為一個品種，喺國際上都被認可為一個好特別嘅品種，而且而家喺全世界都好受歡迎啊！甚至去到外國人都試過想將純種泰國貓註冊，制定品種標準。所以政府應該要重視同公佈呢啲特徵，因為呢個係一個開始，令到各方面都可以見到價值啦，推動保育啊！大家一齊合作去制定純種泰國貓嘅統一標準啦，同埋推廣飼養更多純種泰國貓，同埋都係保障泰國貓品種擁有權嘅一種方式。首要防止被外國人攞走並進行註冊，同埋都係一個增加經濟價值同發展同泰國貓有關嘅創意經濟嘅機會。卡特蘇帕拉克佢應該係可中式嘅，呢隻就係高拉特斯里薩亞貓，灰色，隻眼好靚，仲有維切鞍馬斯貓就係有8個黑點嗰隻。咁啊，金茶貓就係全黑嘅貓，最後呢就係白馬尼貓，全白色，呢啲就係正宗泰國貓，大家睇下。屬於寵物類嘅國家標誌。做係為咗防止有啲外國人偷偷去註冊，或者佢去做其他嘢，目的就係想保留返正宗泰國品種。不過如果你想養唔係純種嘅貓，其實都冇問題，唔會違反規定。